頂一個風颱是已經過2禮拜，不過台中5星文化路一段附近地勢較低所在，是到這陣水也未退。唔但農作物種甲爛去，附近的居民也真煩惱，講生蠓蟲會有傳染病。里長是講，這現場找無水路通甲水排出去。公所今仔日是調抽水機去抽水，後續會閣安怎改善，會閣會看。今日這菜園仔內底，唔但種的物件甲作物是倒規片，較低所在更加是積水，即甲像水池啊共款。雖然前一個風颱已經過2禮拜啊，不過這積水卻是攏無退。農民看了到地，唔知要安怎也真無奈。伊個水積條的啊，積條袂排啊，袂菜袂種的啊。台中市5星區文化路一段路邊啊，這個空地啊，這個月初佇8月風颱大流大水後了後，空地啊積水，即甲像大水池，種積水已經2禮拜啊。天氣遮爾熱，唔但有臭味，民眾更加煩惱講會影響這個環境衛生，也閣有天高熱的問題。迄嘛是個，啊上重要是斷隔了。無啦，你去較早風颱前伊會斷隔啊，啊即嘛風颱了後，迄水偌懸嘛唔知影。有可能是以前的涵管涵洞，哦，它慢慢的淤積啊，那個涵管在哪一邊，我們也找不到。當地里長講，經過初步了解，現場根本找不慣有的排水的水路，遮濟積水也無所在通排透。那因佇邊仔徛過倉庫，也有民眾煩惱講，徛過地基受到影響，更加誠濟安全甲衛生的問題。也若公所是講，這土地屬有台灣的土地，種現場的地勢是比路邊仔高較低，已經進行緊急排水。是可能排水的過去，我們目前再來尋找可能處理的方案。因為計劃道路開闢以後，這個地方的高低落差將近有2公尺所以要自然排出並不容易。公所講會趕緊來匯集相關單位，對着原有排水設施，也閣有實際排水的這個路線，甲相關的款式，進一步來確認調查，並且共同研議，帶來這改善方案。記者綜合報道。